有一天，有一位小和尚救回来一个跳河的轻生者，他要自杀。那个人悠悠醒来之后，就对方丈说了：“谢谢大师啊，但是你不必再费力气来救我。我呢，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不再活了。即使今天没有死啊，明天我还是要去了结我的生命的。”方丈叹了一口气啊，就说到了：“我确实阻止不了你那想死的决心跟你的行为，可是呢，我想请问你啊，你的债都还清了吗？”那个人感到很奇怪，就问了：“我虽然家境贫寒，但是温饱尚可，不曾欠债啊，我从来都没有欠过别人的债啊。”方丈呢，缓缓地开口说：“你的生命借至于父母啊，便欠下了父母的债；你的吃穿用借至于天地山川，便欠下了天地的债；你的知识跟你的智慧是借至于师长的教育辅导，所以你便欠下了师长的债。人这一辈子啊，欠下诸如此类的这种债，真是太多了。你都偿还了吗？”那个人啊，惶然的就说了：“哦，如此说来啊，我确实欠下了不少的债啊，可是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偿还这个债。”方丈和蔼可亲的笑一笑，就说：“这有何难呢？只有2个日就足够了。”那个人很迷惑，就讲说：“请方丈和尚给我指点指点。”方丈呢，又是轻轻的一笑。他说：“珍惜2日而已啊，就是你要珍惜你的生命，就是这2个日而已啊。”那个人沉思了一会儿，若有所悟的，就朝着方丈拜了几拜，便转身出了庙门了，精神抖擞的就离开了。各位，珍惜你的生命，人生在世间，不论我们怕不怕死亡啊，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，有生必定有死，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。虽然死亡让肉体的生命成为有限的存在了，然而却因为生命有限，反而使我们体会到人们可以透过善良、慈悲、关怀跟努力，让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限啊，让我们更懂得去付出你的爱心，去关怀周遭的每一个人啊，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，这么来使用它，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，并创造最大的价值。一般人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，认为一时啊就一了百了了，真是大错特错，白白浪费生命啊！一枝草，一点露啊！要相信上天没有绝人之路。如果我们不肯努力的修行，只有任凭业力的摆布，懂得不断的关照反思的人呢，才能看清楚自己的方向，立定我们人生的目标，了解我们生命的可贵，把握短短时间就消逝的时光，发挥我们生命的光辉，让人生拥有珍贵且深刻的终极价值，让你的慧命能够发光发亮。因为你有正确的选择，你可以去成就道业，跳脱6道轮回。如果你只是任外在的摆布跟捉弄，那你永远就是受到这个业力的束缚，沉沦下去，不断的在人世间受生受死，很难解脱，很难超生。所以我们一口气还在，我们好好认真的念佛，你必然会有好的将来。我们简单跟各位介绍，我们的慧命是清净的，是永远不生不灭的，是记住一切的，是不会动摇的，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的。我们的慧命是能知万法，能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只要你烦恼断除掉，知幻即离，理幻即觉，知道它是假的，你马上就离开，你就觉悟了。楞严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大家，所以在座各位，我们大家珍惜自己，好好的把握时光，认真努力的念佛，大家都成就道业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